录音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欢喜，透早个记着大家，咱甲边仔人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所以咱先来用这条诗歌来敬拜俄勒咱的上帝。咱将咱的心放伫上帝面头前，安静伫面头前。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惊。风雨这呢大，狂野这呢大，有你同在袂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甲我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惊。风雨这呢大，狂野这呢大，有你同在袂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甲我为我受尽折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这是咱要来祈祷。透早问上帝讲，咱来祈祷啥？上帝给我一个画面，看到一个水塔。伊甲我讲，咱的富强啊，好像一个水塔一样。咱的水塔水爱落，爱放出去，祝福爱出去，水塔的水是不是才个会落，对不对？所以咱即摆来为着咱富强祈祷，祈祷咱的富强是一个又坚强、又满水、又满有福分的一个水塔教会。好，所以咱开嘴为着咱的教会，咱来祈祷，咱当下来开嘴。是的，主啊，感谢你，阿罗你，阮的富强就是要真做侪人祝福的一个教会，阮的富强就是要真做一个真正不但是祝福这个社区，祝福这个社会，嘛是祝福这个国家的教会。主啊，你互阮富强伫这个所在来徛起，阮有最好的所在，阮有最好的地点，阮有最好的牧者，最好的会友，最好的忠心伫阮的当中，阮是一个足健康的教会。主啊，所以你帮助我，帮助阮这份祝福，要常常爱流出去，爱甲伊流出去，互这个社区，互这个城市有更较侪为你来祝福。阮感谢你，阿罗你，奉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一点，咱富强是一个水塔，对不对？啊，咱有一个把手是咱的教会爱甲祝福流出去，对不对？啊，第二祈祷就是咱爱为着家己祈祷，你爱家己嘛是一个把手，爱倒伫迄个水塔面顶，毋是咱的教会甲祝福流出去尔，足侪祝福嘛为咱的身躯流出去。有当时啊，可能咱是伫病院做志工，我上介意咱的贵选少年，逐工拢逐礼拜六是毋是拢爱摕迄 iPad 伫遐甲咱用音控？这就是一种甲祝福流出去。所以咱嘛要问上帝，问家己，你即礼拜
你这个月，你这当，你有把你的祝福留给者，有当时可能只是你的大家，有当时可能是你的先生，咱拢爱诚做一个咱甲祝福留出的人，安尼敢好？所以咱来为着家己来祈祷。祝福流出去的管道足侪种，像咱若伫台湾吼，差不多有6万个坐家的人，6万个坐家的人，差不多即摆6成拢是毒品。所以咱即个月底11月30号，拄啊晨曦会伊就是要借咱的教会要办40周年庆。啊，这个晨曦会呢，伊即摆伫这个咱台湾40天的过程，差不多帮助差不多6000几个人来解毒成功。所以迄天拜六的下晡1点半加4点，各足侪人，毋是只解毒的人尔，是因的家后、因的囡仔、因的妈妈拢来，足侪妈妈伫迄天伊嘛会做见证，拢流目屎，感谢主来改变伊的囡仔。所以我是足感谢讲，咱的副强接纳晨曦会迄天会用互遮所有的遮较早是兄弟，即马是弟兄的人来，所以咱若为着迄天的活动，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献上咱的感谢。啊，恁若身躯边若拄啊有你有熟悉，因兜的囡仔有人食毒，毋知要安那，你可能邀请伊来咱的教会。所以咱即时咱嘛为着月底咱的副强，因为咱足侪同工，佮拢爱斗3工，都是很辛苦的额外工作，所以咱即马来为着咱月底晨曦会要伫咱遮办活动即件代志。来祈祷嘛是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因为即摆晨曦会伫国家是做最好的事工，咱当年国家有足侪经费是拜托晨曦会帮咱解毒，所以只要晨曦会带愈侪人解毒成功，咱的社会诈骗会愈来愈少，毒品愈来愈少，犯罪代志会愈来愈少。所以当咱为着即个代志来祈祷时阵，咱嘛就是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所以咱当声来开嘴。新学医，我嘛是新学生，我伫台南新学医读书，所以我知影即马新学医，我真正了解，咱要栽培一个团队，栽培一个会用服侍伫教会一世的人是足无简单的。有当时啊，阮规班一个老师，就是阮2个同学尔，吼，阮社工的吼，所以然后阮神学院真正最后有当时还有接受一些身心障碍生，啊，其实足侪设备是拢需要改善的，道路什么的，所以有当时咱可能咱能按咱一当，咱偌济要奉献伫教会，偌济要伫晨曦会，偌济要伫孤儿院，偌济要伫神学院，只要咱一当，咱家己有规划了，你个袂感觉有重担。好，咱个像一个小铺满，每一个都存一点，所以当神学医，咱来伫咱家有主日讲堂的时候，啊是男神，咱可能会用摆上我们的力量，所以咱今日嘛开嘴，为着不只是台湾神学院，全台湾所有的神学院，愿上帝仆人会用更较侪伫神学院同养成，所以咱开嘴来为所有的神学医来祈祷，嘛为着今日牧师来祈祷，望伊的讲台感动咱大家，咱同声来开嘴。在
道的人、坐家的人、咱的厝边、新学医，拢是咱的一家人，所以咱来甲边仔人讲，咱拢是一家人，咱拢是一家人。哈利路亚！这是咱拆开咱同齐来敬拜，咱拢才做一家人。咱拢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接受这家己。咱拢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谁？因为耶稣你改变，因为耶稣让我的我的一切。我的羊就主我命，我的人间的主命，因为耶稣奉献咱耶稣主命，才做一家人，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咱拢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是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是谁？因为耶稣你改变，因为耶稣让我和我的一切。我的羊就主我命，我的人间的主命，因为耶稣奉献咱耶稣主命。因为耶稣才是谁？因为耶稣你改变，因为耶稣让我和我的一切。我的羊是主我命，我的人的主命，因为耶稣奉献咱耶稣主命。好，咱即马去找5个人，甲伊问安讲，咱拢是一家人。咱都是一家人。找5个人哦。诗篇145篇第1节。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咱大家用来请坐，咱继续来敬拜咱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来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学
吟圣诗184首。大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恩典疼痛，互阮这受恩你所呼召的囝儿有这个福分，伫你的圣日通聚集到你的圣殿。主啊，阮毋那是每主日守安息日，是因为阮较无要到你的殿里看见你的荣耀。阮到你的面前，也要领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美妙。主，阮来到你面前，是为着要回应上帝你的呼召甲听，用感恩的心，用行动，用服侍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爸上帝，感谢你，互阮迎子11月是阮的福音月，阮通过无同款上帝你差遣的工人来分享上帝你的疼伫阮中间。主啊，感谢你，阮今日迎子台湾新人院的主日，也愿你通过阮所领受到的，看见上帝你伫无同款的新人院来显明上帝你的权柄、权能，栽培做上帝你下用的工人。主啊，阮感谢你，阮伫遮愿一切的荣耀归伫你，愿阮的敬拜领受到上帝你对天顶来的祝福。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伤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
刻印文第60篇，我来刻，请会众来印。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那捌咧向。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万关灵、慈悲怜悯、有丰盛慈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你所做的遐济，传递满满你的丰富。阮要一世人向你唱诗歌，阮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阮今主日做伙聚集伫你宝座前来敬拜你，搁一摆献上阮感恩的祭，少念你伟大奇妙的疼。感谢主，感恩节期来到，阮人生上大的祝福是阮虽然会犯错，但是有你的日子，你悠然接纳阮。等待阮，怜悯阮，宽待阮。感谢主，互阮会当时常伫你面前捌列阮的罪，不义的心，找求你，会当对你来祈祷。你是阮闪避的所在，保护阮脱离艰苦。感谢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保护，洗清阮拢总的罪，成做你圣洁的器具。今年富强教会第7期的幸福小组，伫你美好的带领圆满来结束。求主刷去一切哪吒，开阔新朋友恩典的大门，互信仰的种子会当伫因心内来布芽成长。感谢主，带领阮做伙见证你的恩典。今主日也要开始为期21天的连锁禁食祈祷。恳求主信心同在，保守阮逐人的心合一祈祷，帮助阮伫你的心意彰显伫教会的事工顶面。同时，阮搁一摆将教会中新心灵艰苦软弱的兄弟交托伫主天父的圣手，求主亲手医治因的病痛，主的话语扶持安慰因的心灵。前几天，美国选出因新的总统，阮时常毋知上帝的心意，但是阮相信，王的心伫耶和华手中，亲像凝胶的水，
随意流转。恳求主保守台湾这片土地，伫国际关系各方面的发展，拢有你掌权管顾。阮也要为着充满战争的世界来祈祷，伫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中东的战争、南北韩的冲突。亲爱的上帝，恳求你光照世界的领袖，赐了智慧、公义甲疼心。互苦难中的人民会当活伫你真实的平安甲安慰内面。今主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现今阮需要真侪属灵的领袖，带着疼甲智慧来行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疼。恳求主坚固新学院各项教育事工的运作，嘛感谢主。带领萧牧师来到阮当中传扬你的话语，求主温哥萧牧师，将你信心大开来的启示，丰丰富富带入到阮的心内，互阮每一个人拢领受着信心的激励。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讲授上帝的话。今早起的圣经节记载伫传道书第4章第9节至12节。两个人比一个较好，因为两个合作会得到较好的效果。若一个跋倒，抑阁有一个会当家己扶起来。若家己一个跋倒的时，无人通家己扶起来，这个人就真不幸。两个人做伙困较烧落，家己一个哪会烧？受攻击的时，敢搭一个人拍袂赢，若有两个就会当抵抗。3股的锁无遐好带断。以上愿上帝祝福听筒伊话语的人。献诗请颂扬诗班。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上帝的疼真奇妙》。献诗说，请太平境教会萧恩泽牧师来证道。题目是《爱的协奏曲》，彼此同行的性命。
下牧师，所有咱富强教会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通过来富强教会吼，替即个台湾新下医哦来请安甲报告。下牧师是我台总传达部的部长，所以看到伊，我嘛感觉真亲切吼，会通过来到咱中间安尼，嘛伫伊身躯顶有真好的即个牧会学习吼。其实伫我青年的时阵，我着定人咧讲哦，下牧师。啊，当我读新下医毕业了后，嘛是伫伊身躯顶吼来学习到即个真好的即个牧会的经验。我想我嘛是用分享最开始啦，吼，最后结束了后，才来吼做即个请安甲报告。伫分享的一开始，咱同心来祈祷。主咱感谢你，今仔日是至圣的主日，嘛是主日所定着的日。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自执学乐，阮自执来分享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中彼此的帮助、激励甲提醒。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靠所有信主名来求，阿门。今仔通过这段的经节，我要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彼此同行的这个使命。我想这段的经节，大家应该嘛真熟啦吼，因为可能咱伫这个婚礼的中间吼，有时阵拢会听到这个用这段的经节来咧做勉励。人伫这个世间活着，敢有法度无倚靠，也是靠着其他的人会通过安尼好会通过来生活。我想伫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的中间，有个人感觉。应该是无问题，但是咱人每一天，咱就起床了后，咱爱接触的，大先可能是咱厝里的人，然后咱若是一个学生，可能爱接触到你的同学、老师，咱若是已经伫职场咧工作，有咱真侪的即个同事，亲像咱今仔日来到圣殿，咱敬拜上帝，咱嘛爱牵真侪人安尼来接触，咱无可能会通过一个人。会通去完成所有的即个工作，亲像咱巴肚枵，咱中昼要去，咱去菜市仔买物件、买菜，还是咱去买便当，咱拢需要甲人接触。只要人甲人接触，就有即个彼此之间的即个关系。所以今仔要通过这段的经节，咱要做伙来看的，就是同行怎样会通去带来彼此之间的即个利益。伫今仔日的经节的第9节，咱咧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人合作，伊的效果是更较好。所以这节的经节，互咱真清楚看到，就是同行带来加倍的即个利益。犹太人有一句即个俗语安尼讲吼，就是一个人若无朋友，敢若亲像有倒手，但是无正手同款。这个俗语强调了，就是朋友之间，也是友谊之间，伫生活中的即个重要性。这句话嘛，譬如就是一个人若欠朋友的话，欠亲人的话，欠谈判的话，咱若亲像一个人失去一只手同款。咱知影一个人若失去一只手的时阵，会真无方便。伊即句话就是要形容讲，若无朋友，你的生活会敢若欠缺啥物，会敢若无助，敢若真孤单同款。所以朋友伫生活中扮演了即个支持、理解、陪伴、提醒的即个角色。若欠缺安尼，人的人生就会无够野，就会无完整。所以伫犹太的即个文化中间，朋友之间的友谊是看做真重要的即个资源，会通去提供彼此之间无够野的帮助。
会通个增加社会之间彼此之间的即个联系。所以即句话嘛是咧提醒当时的人，就是爱珍惜甲其他的人的即个关系，并且鼓励人，就是爱去建立甲人的即个关系，维护彼此之间的即个友谊。所以咱会通个看到，当有正手有倒手，会通个彼此相帮衬的时阵，人的人际敢若亲像安尼共款，是无法度欠缺任何的即个一部分，亲像咱的机体共款，咱无法度欠缺咱机体中间任何的一个器官。所以两个人会通个做，绝对是比一个搁较多，会通个完成搁较多的即个工作。所以伊的效果，华语叫做即个效益，是比一个人搁较好。而且当面对即个困境还是挑战的时阵，我想两个人甚至搁较侪人会通个帮助咱来超越即个困难的即个所在。亲像伫咱的家庭共款，就是咱的家庭，比如夫妻之间，嘛无法度欠缺任何的一个。伫家庭的中间，爱彼此来经营。做太太有太太伊的即个上帝予伊即款的即个才能，即款的恩赐；做先生有即个上帝予伊即款的积分。所以当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大家会通个彼此会通个和谐的时阵，我想即个家庭所起造，不只是上帝伫正中间大大来祝福。彼此之间嘛有，互伊叫做讲互相帮补。过去我读新学院的时阵，已经是我已经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拄有即个生囝了后，我就因为环境的关系咯，因为一开始我是住伫山边哦，拢是庙啦吼，一个是即个小城隍庙，我住开山路遐，然后隔壁是一个神坛。咱知影若到即个因的即种因的即个西景的日子也好啦吼，也是规年通天其实有真侪吼的时间，拢有即个绕境吼，所以放炮啊，所以我的囡仔其实对伫坐月子中心，等于到厝的迄面，迄个落差真大，因为真安静的所在，然后迄天拄咧西景，所以炮放到半暝，真难点个咧放，所以。等于第一天一直咧哭，因为安尼，所以我就决定，跟太太决定讲安尼，可能爱换一个环境吼，所以就去买厝。咱知影买厝了爱有即个贷款嘛吼，所以逐个月爱纳即个万几块的即个贷款。伫迄当时买厝的时阵，要过迄个计划啦，就是要来读新学院。其实伫我人生的中间是无计划吼，是要来读新学院，但是上帝即个呼召。有即个感动，然后我回应主的即个呼召，我去读新学院。读新学院了后，首先爱面对的就是，因为我去读新学院，我原本的工作就无原本的即个工作，所以靠着我太太伊每一个月的即个薪资安尼，然后阁有两个囡仔吼，阁有两个囡仔的即个学费、生活费，然后读我咧讲的，阁有即个贷款。其实你若照人安尼来算，其实敢若伊即个薪水是无够通个来支付所有我头壳咧讲遮的一切安尼。但是因为上帝通过我去读新学院，通过我的太太还阁有一份的工作，所以伫迄几冬的中间当然去教会实习，嘛阁有一笔差不多将近1万的即个实习金啦其实嘛是拢还阁无够个。但是伫迄中间，真正会通去看到上帝即款的即个稳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伫家庭中间，当我去读新学院的时阵，我的太太就真做家庭经济来源的即个帮衬。当然伫这中间嘛有真大的即个稳定啦所以伫即个经济中间嘛是安尼拢拄啊好安尼一直完成到即个新学院的即个学业。伫教会，我想嘛是共款，
就是咱伫教会咧服侍时阵，咱嘛无法度靠着家己通去完成真好的服侍，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限的，有即个无够额，所以只有就是同工做同工做伙同行，才有法度，互彼此之间得到利益，互教会得到利益，互咱会通过来荣耀咱的主上帝。再来伫第10节，咱看到就是一个人跋倒，另外一个人会通过甲扶起来。若是孤单一个跋倒了后，就无人会通过甲扶起来。华语的即个经在讲，这个人这个人就倒霉了华语我台语的形容，这个人就真不幸伫牧会中间，其实嘛听着就是真侪的即个士大人因为伊家己囝儿早起时拢爱去上班，家己伫厝因为跋倒就爱带病院甚至是因为安尼无偌久就离开即个世间。所以我想，这段的经章，互咱真清楚，就是一个人若跋倒的时阵，甚至咱讲伫咱的生活顶面，咱若陷落伫即个试探的中间，若无有其他的人会通过甲提醒，还是甲牵起来的时阵，伊就一直陷落伫即个中间，有可能伊就离开上帝，无法度行入即个永远的即个道路顶面。这段的经章。有一个圣经的背景就是伫迄当时，根据即个学者因咧研究就是伫迄个巴勒斯坦的即个所在，因的路是真无平伫即个野外中间，真无平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即个小碎石安尼石头亲像可能咱会当甲想象，就是咱可能去咧爬山路无法度像市区的路安尼整理甲遮尔好势。所以，因为即个路的环境无真好啦所以连即个有经验的人，嘛有可能无小心就来滑倒，甚至伫因中间就安尼丧失伊的即个性命。所以伫迄个情景，咱想若有2个人做伙甲伊同行的时阵，伊滑倒，就会通过甲牵起来；还是伊受伤较重，可能就会通过来甲爱带伊去来。就医安尼接受治疗，无论伫咱的家庭，还是伫咱的教会，嘛是共款。不只是头拄仔咧讲的2个人做伙同行，即个效益是加倍。2个人做伙同行，跋倒的时阵，你会通过甲牵起来，还是甚至无够义的所在，会通过诚做提醒。所以伫我家己的牧会经验嘛是，有时阵我的太太看到我有需要提醒的所在，伊嘛是会来甲我做一个提醒。当若无人甲我提醒的时阵，我可能会照着认为我对的安尼认为所该做安尼去做。那有人会通过提醒，会通过诚做你的即个帮助。伫咱的教会嘛是，咱的服侍有时阵嘛是会。有无够遐的所在，还是甚至是伫迄中间有安尼跋倒的所在，但是做伙同行的时阵，同工彼此之间就是爱相激励，同工彼此之间就是爱相扶持。所以伫一个健康的服侍团队，就是当有人跋倒，当有人受伤的时阵，你会通过彼此相激励，继续安尼。来支持伊，互伊会通个往前头前来行。所以，伫11节的中间有讲到2个人做伙困，彼此都暖和啦一个人独睡要安怎会通个得到温暖？12节安尼讲，2个人做伙时阵会通个抵抗即个外来遮的即个外来的一个势力袭击安尼。但是单独一个就无法度。若三股合成的这个绳子伊用绳子来做比喻，是无容易来扭断的。所以同行会通过做伙来抵抗，也是做伙来行过这个外在的挑战，也是这个困境。
伫当时的即个背景中间，就是当因人若要出门远啊，走叫出远门，因爱拄着有两种的情形吼，一种就是当因伫即个野外的所在吼，无论是夜宿吼，伫外口，还是伫即个旅馆也好吼，因会拄着情形就是真寒冷吼，真寒冷。然后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伫即个野外有哪可能拄着即个野兽，还是拄着即个强盗吼，所以两个人会通去做伙同行的时阵，伫寒冷的天气会通去彼此吼，会通去来取暖安尼。两个人若同行的时阵，无论你是拄着即个野兽也好，拄着强盗，会通去做伙，会通去来抵抗。所以通过第9节一直到12节，咱对伫圣经会通去看到，同行是会通去互彼此得到利益。同行是会通去彼此相扶持，彼此会通去做伙来造就，甚至是拄着即个困境的即个中间。同行有一个真重要的即个部分的条件，就是即个疼。若无疼，咱有可能一开始就无法度做伙来同行。若无疼，咱有可能咱行一段路无偌久了后，彼此可能就因为理念、意见无共，就彼此安尼三分开。所以疼是同行必要的即个条件。因为我过去的背景吼是咧从事音乐吼，所以我想教会音乐伫教会来讲嘛是占着非常的重要的即个部分。无论咱头看到吼敬拜团，还是祈祷，还是咱的即个圣歌队吼，唱出种真水、真好的即个诗。所以我想嘛，用咱大家拢真熟的即个音乐吼，咱来做一个比喻吼，就是来做即段经节的即个比喻。音乐有分做就是吼，你家己一个声部吼，就是独唱也好，独奏也好，两个人以上就会产生即个和声。人若愈多的时阵，哦，即个音乐就真丰富。亲像若敢若有圣歌队搁更琴无弦乐伴奏，咱头壳会通去想象圣歌队献诗，哇，敢若嘛失去真济吼。但是因为有即个弦乐哦，互咱会对即个音乐的风声，互咱对深深对着咱的心底充满了即个感动。所以，做人同行的，能够互人的即个性命得到丰盛。那只有是个单单一部，即个旋律是单调的吼。所以咧，亲像咱家己一个人来咧行的时阵，行一条路嘛是孤独共款。伫我细汉咧读音乐班的时阵吼，我迄阵啊主修是钢琴啦吼，啊副修是小提琴。但是钢琴可能无啥物进步，啊所以这位老师哦的，我钢琴老师就讲，你去甲你的副修小提琴老师讲，你甲小提琴转做主修啦吼。因为我迄阵啊小提琴伫副修内底是，拢算排第1名吼，还是第2名？然后你去小提琴转副修安尼，转主修。啊，伫一摆的即个期末的考试的中间，我的老师就挑战讲，恩泽啊无即学期吼，咱来有一个无伴奏吼，无伴奏的一条曲安尼。啊，因为咱嘛拢真顺透啦，老师安尼讲好，安尼就照安尼戆戆啊去扭安尼。伫迄摆的考试，因为独奏嘛吼，无伴奏即个曲就是无伴奏安尼，啊所以你家己咧扭，你的优点、你的缺点，就拢真清楚吼，会通去听出来。所以迄摆考试的成绩吼，就咱论3名安尼吼。我即个比喻就是讲，当你独奏，你有伴奏的时阵，真好听，甚至你会无够野的所在，会通去因为即个伴奏真水吼，安尼会通去来
帮你那个帮补啦，啊那较直接讲叫做掩饰你的缺点安尼。所以当人的人做伙同行的时阵，彼此之间的欠缺会通去互相相帮衬。所以其实无论是伫咱的家庭中间，还是伫咱教会咧同工的中间，咱就是会通去有同伴，彼此甲咱同行。伫咱信仰顶面，有可能拄着困境低潮的时阵，大家会通去互相行伫姊妹三陪伴。会通去行出即个困境的即个中间，伫同工的中间，咱会通去看到愈较侪人做伙的时阵，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典，互即个服侍团队就非常的勇壮，非常的有气力。但是同行真重要，就是爱对焦于上帝哦。同行的节奏爱对焦于上帝。咱知影伫音乐顶面，若除了你家己以外，两个人做伙咧演奏，也是甚至就是即个合唱团，逐个人的即个节奏非常的重要，因为即个节奏若无共款的时阵，伊毋是变真丰盛、真丰富的音乐，会变得较杂乱安尼，会变较无好听。所以较侪人做伙的时阵，即个节奏是非常的重要。伫咱基督徒的性命，咱做伙同工也好，咱的节奏、咱的焦点，就是对准咱的主上帝。咱知影，当即个节奏若拢做伙时阵，音乐就真整齐。然后，咱知影伫音乐的中间有即个表情有较弱的所在，有较强的即个所在。咱看到即个指挥，来甲咱指挥，咱就知影这要唱较强，这要唱较温柔、较弱。所以，当咱每一个人，咱若对焦于上帝的时阵，咱就会通去明白主上帝爱咱做的是甚物。主上帝用伊的话来邀请阮，主上帝嘛透过伊的听。将咱彼此相连结，主上帝嘛伫伊的计划中间，伊呼召侪人来行这条的道路。所以当人做伙同行的时阵，当人伫同行的这个节奏的中间，焦点对准上帝的时阵，我想咱会通去活出真丰盛的这个生命。咱的教会嘛真做是一个。真丰盛，得到主祝福，亲像交响乐团安尼吼，气势澎湃啊，真响亮啊，真互人感动安尼。咱嘛会通去活出即款的一个祝福甲使命。当咱共款互上帝来仰视，当咱共款被主来听，然后咱用着主听咱，即款的款式咱去听人。当咱做伙行伫上帝的计划中间，咱的节奏、咱的即个焦点就拢一致。当人若无将即个焦点，也是即个节奏对伫上帝中间的时阵，那亲像，就是伫音乐的顶面，大家有家己的、唱家己的，听起来是真乱的，无法度和谐，无法度真完整。当人的生命焦点若无伫主的时阵，人的想法拢无共款。伫家庭就有产生家庭即款的纷争，伫教会、伫小组就有若无共款的声音，无共款的一致的中间。我想，即个人的即个生命的问题就来。所以，当咱拢共款，互主来仰视。互主来听，然后咱去听人。当咱的节奏、咱的焦点拢共款的时阵，咱就会通去享受伫主的丰盛的中间。音乐要会通去好听，就是爱和谐。家庭还是团队，嘛拢是共款，和谐的根源。是来自主上帝。
新雅家施布真伊有讲过一句话吼，就是天地之间原本有和谐，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爱吼。就是天地的中间原本有这个和谐，是因为因之间充满着疼。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一切的时阵，其实是拢是和谐，拢照着主上帝的这个规律安尼来咧运行。后来，咱看到咱的环境，敢若愈来愈无好安尼。亲像早起是我起床的时阵，就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讯息简讯，就是讲，伫台南嘛是南部遮吼，几个县市能见度差不多200公尺尔啦吼，就是有安尼雾安尼，所以咧开车的人爱注意。啊，我要徛来时阵伫路面，真正就是伫较远的所在，真正雾无明。因为人破坏了上帝所创造一切，伊交托互咱管理这款的积分，破坏了大自然，失去了这个和谐，所以咱看到气候咧变化吼，真大安尼，敢若一档比一档搁较严重。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共款，当咱无照着伊的节奏来行的时阵，亲像咱用咱的身躯来讲好吼，咱上帝创造嘛有即个安息日，咱每一工工作嘛有互咱休困的时。啊，当咱若是无照即个时间吼，该困就去困，啊有时阵可能咧无闲其他的代志，啊有的人可能咧看即个影片、手机熬夜，吼，咱失去即个生活的节奏，吼，咱身躯嘛会袂堪一，吼，咱嘛是会破病。所以当咱甲即个上帝所创造一切，也是甲伊的关系破坏了后，这一切会失去和谐，所带来就是一款的这个灾难。人甲人的关系嘛是因为失去这个和谐，彼此之间的纷争就出来。上帝是疼的源头，当这个疼被重新搁建立的时阵，关系就恢复，然后就得到和谐。所以咱甲上帝关系，咱透过耶稣基督为咱吼伫即个十字架顶的即个救赎，咱恢复甲伊的即个关系。咱甲大自然的即个关系，也是咱甲人之间的即个关系嘛是，就是咱爱明白上帝是疼的即个源头。当咱的性命有疼的时阵，咱甲人之间的即个关系就会通过恢复。无论是亲人，无论是同工，无论是咱的朋友，或是你伫学校咱的即个同学，只要即个疼伫中间，即个关系就恢复。上帝的疼，互肢体彼此会通过包容，因为逐个人上帝创造，逐个人拢无共款，所以伫无共款的即个想法、做法种种的中间，彼此会通过相包容。然后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伊特别的计划甲即个运数，所以彼此看到上帝伫伊身躯顶创造的水，所赏赐互伊的即个稳定。上帝的天嘛，互肢体会通过同心。当人会通过同心的时阵，就会通过彼此得到利益。所以当人若伫上帝的疼中间彼此合一的时阵，就显明了之间的疼，即个和谐。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伫一个肢体，若看到和谐的即个关系，就会通过看到上帝的疼。无论是伫咱的即个家庭中间、职场中间，还是伫咱的教会，还是伫咱的团体的中间。上帝创造充满即个秩序吼，啊，甲即个和谐，或者是一切塑造物吼，也是一切的运行的即个规律。所以即个和谐，嘛是教会的即个本质。即个和谐嘛是教会的即个核心。
因为上帝用着听来创造天地的万物，包括咱每一个人。然后天体的运，咱看这天体的运行，伊安尼真规律，就是伫即个上帝的即个业理的中间。但是人有时阵有伊家己的即个想法，所以会偏离即个业理吼，偏离即个上帝创造的规律的中间。所以当人若搁做伙，搁转来照着上帝的即个规律、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节奏来行的时阵，听还是即个和谐。就在这当中，同心同行，会通过做伙面对困境；同心同行，嘛会通过赢过一切的挑战；同心同行，嘛会通过互咱活出丰盛的生命。这是今仔日的经节，互咱所领受、互咱所看到的这个部分。无有单独的集体。只有彼此支持的这个关系，这是主所赏赐予咱的祝福甲稳定。伫主听的中间，咱彼此相听；伫主听的中间，咱彼此相扶持。这嘛是伫咱咧行人生信仰的这条的道路的顶面，主予咱的祝福。伊无予咱孤单，伊赏赐真侪的人伫咱的这个身躯边。当咱拢做伙伫即个听的中间，伫和谐的中间，彼此是会通过，互咱得到利益，彼此会通过相帮赞。互咱的生命伫咱一生的即个中间，咱会通过做伙同行，做伙经历祝福咱的即个稳定带领。所以无论咱对伫上帝的关系，对伫咱亲人的关系，咱拢共款，得去无失去最起初的爱。有时阵咱可能做基督徒久久，咱已经袂记即咱的生命中间，互主来触摸，互主来甲主互相遇，迄一天迄款的即个感动，迄款的热情。夫妻行了久久了，有时阵嘛袂记即。当初在谈恋爱还是求婚，迄款的这个生命的悸动。所以我想，伫咱的生命中间，无论是伫咱家庭，还是伫咱的信仰顶面，咱拢无袂记迄个起初的听，然后就是亲像今仔日读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俗语所讲的吼，倒手含正手的这个关系，左手牵着右手。夫妻一起牵手，同工做伙牵手，安尼做伙同行这条稳定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搁一摆通过你的话语，嘛来成做阮的提醒，就是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拢有主你美好的这个创造甲你的这个业理。当阮若遵守主你的旨意，你的教示来行的时阵，阮就活伫这个祝福的这个中间。主伫阮的人生，阮无法度家己一个来行，所以主，你亲像阿当创造，你创造夏娃陪伴伊共款，亲像保罗嘛安尼讲，基督是头，阮彼此伫你的听的中间相结连。当阮彼此相结连的时阵，伫听的中间，主阮就得到你的即个祝福。也愿主，你就将你的话语是刻条伫阮的心中，也互阮。无论是拄着困境挑战，阮知影主，你早就备办。你的阮的即个谈判，阮的同工，也是阮的亲人，要做伙陪伴阮来行人生的即条道路。更较重要，就是伫人生的即条道路，主你嘛陪伴阮，引带阮来行。所以，阮伫你听的中间，阮彼此相结连，互你来引带，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过享受你安尼美好的即个。祝福丰盛的这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所信主名来求，阿免。好，啊，现在我来代表吼台湾新下医吼来请安来做这个报告。伫首先一开始嘛要感谢吼咱所有兄弟姊妹伫过去这一冬，无论是伫金钱
也是无论是伫即个祈祷、关心、真中间来关怀即间学院。啊，伫即个世代所面对的即个困境啦，就是愿意献身的人愈来愈少啊。伫太平间教会当时派即个马约翰牧师来分享，伊咧讲到今年的即个招生啦，3间学院即个大学硕士是将来要做牧师的大学硕士3间学院加起来才20几位尔点我会记住，我迄阵咧读册一班就20几位，我想下牧师说应该阁愈较济啦所以这看到一个现象，不只是少子化的影响啦，佮一种就是伫即个世代。牧会真正真无单单愿意献身的人愈来愈少所以望期待咱不只是伫即个金钱顶面的即个关心咱嘛通过鼓励即个咱教会的即个青年，也是咱家己的囝儿会通过来回应主的即个呼召来同行即条稳定的道路。我想世代愈来愈险恶啦真的。道德也好，还是国际情势，但是伫即个情势顶面，更加个咱的信仰更加个愈较重要就是除了咱无受到影响骗出来咱的囝儿共款，当咱愈较济即个基督徒会通个发挥因生命即个影响我想咱会通个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会通个来影响即个世界啊。学院有准备一个影片，互咱做伙来看。阮地主的迄个时阵开始，咱就行往真捌听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家己的旅程，排起家己的十字架，不管紧也是慢，咱拢正全力向前，总是有真济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难免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就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度过困难甲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听是非常的丰丰富富。通过一人的分享的中间，咱会通更加了解到上帝听。就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上帝听世间人。其他要唔捌伊的时阵，上帝就大声听咱。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愿意行因十字架这个道路。也因为听因果，耶稣有对四个带予咱拯救甲恩嘛。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
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大城伫台湾的社会内面，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关系会当行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毋但看见上帝的恩典，嘛看见兄弟姊妹因为疼，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起造这间神学院。这款疼并无因为时间消失，而犹阁留存伫这个校园的各所在。得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希米记2章18节所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讲，咱起来起做。对安尼，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着台湾新人院的未来，奉献出咱的一份力量。疼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深深的承诺。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向前；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得到完全。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无同，无论头前安怎，咱犹顾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的意向。好啊，台湾新学院吼，嘛有设立即个新学系啊、音乐系啊，佮有即个社工系啦吼啊，所以咱就照着咱的感动，无论是金钱、大道吼，来关心咱的即个新学教育。以上报告，多谢。真多谢肖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咱，也分享台湾新人院的需要吼。咱每年伫11月，拢有为着台湾新人院来做奉献。咱伫周部业即个奉献地吼，小等下，咱咧奉献的时，咱会当通过咱的感动，为着即间新人院的事工经费来奉献。咱来吟修回应诗，然后做伙来祈祷。咱来唱圣诗108首，108首，伊来唱人来。这是条新的诗歌，若有同工吼。会当举麦克来做伙来唱这条真新的诗歌，咱一个吟就好。伊来唱人来，伊把我唱人爱，伊是唱人爱，伊个我真点情。这人爱要演煞，着写做我来唱，你甲我当作我唱。伊来唱信心，伊把我唱信心，伊是唱信心，伊个我真点情。这信心要演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伊来唱梦，伊把这唱梦，伊是唱梦，伊个我真点情。情梦要演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伊来唱和平，伊把我唱
你甲我当作歌唱。伊来唱仁爱，伊来唱信心，伊来唱愿望，伊来唱和平。像即为咱通过拄则萧牧师所咱迄重要的信息，咱要安怎伫咱个人甲同伴、个人甲家庭、个人甲教会、个人甲伫咱的同事以及咱的社会中间，来用同伴行出同行的画命，这是咱一生的功课。咱甲主求讨，求上帝赏赐咱一款对伊来听的能力，通营造一个有听的社会、听的教会、听的家庭。咱用这个祈祷做咱的一个回应，甲主恳求，求主赏赐一款听的规律。第二，咱为着台湾新人院来祈祷，求主来通过一间新人院来培养侪尽忠主的工人，来服侍上帝，来传福音，来领导教会更加兴旺，来为主来做见证。第三，咱为着教会，咱伫11月是这个福音月，咱顶礼拜有举行这个名人讲座福音主日，感谢主有水的这个回应，咱也继续为着咱伫后礼拜有盲人合唱团伫咱中间的诗歌的见证来祈祷。咱伫11月24，咱是咱的感恩节，也求上帝通过这个感恩节，互咱大家人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甲疼，知影这个疼是对主所来，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的呼召。最后，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主赐予怜悯，或者病痛中的兄弟，无论什么款的病症，伫主的内面得到主的安慰甲医治。咱也为着家庭祈祷，求上帝恩典甲祝福伫咱家庭亲人的中间。咱为着这个事，咱照来感动，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为大家保守信心做工，甲保守温差。主啊，阮将阮每一个人对你来听来领受，求你帮助，互阮学习这个彼此水的关系、听的关系，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甲快乐，有和谐、有平安、有喜乐，有助你的这个大能快乐伫阮中间。阮为着台湾新人祈祷，求上帝赐福伫这个新人伊所栽培的新人生，会当正做上帝你美好的采用。阮为着教会所推动的圣工祈祷，求上帝亲自带领，互阮的圣工推动这福音月，无论是盲人合唱团，也是过来的这个感恩节，求上帝拢亲自看顾个应许，感谢你的听。主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是阮祝福，互阮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学习甲回应。愿你帮助阮，互阮人捌主，人捌听，会当行出听，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主啊，阮伫教会内底嘛需要这个团队，阮彼此相帮助。伫福音，阮爱三团队；阮伫服侍主爱三团队，也有上帝你的听，互阮为主来做见证。感谢主，阮为着台湾新人祈祷，求主祝福伫即间的学院，所有的正师生，大家人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快乐，三甲学习，三甲来起造，互上帝你的圣会通过这个所栽培出来，你的工人让大大得到兴起。主啊，阮也为着教会所推动的这个福音月来祈祷，互阮无论是福音主日，也是盲人合唱团，因来到阮中间的诗歌见证，佮有阮推动的这个感恩节，阮所有的回应甲奉献，愿主你亲自来带领，阮逐项看见上帝你的快乐、甲信心、甲平安，拢伫阮中间来显明。阮也将每一个伫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主，愿你的平安甲医治，拢临到伫因软正软弱，也是无爽快的时阵，因为有主你的同在，因就更较有主你来的信心，也通过医生的医治，会通得到完全得到医治。阮也将每一个家庭交托你，愿圣神的听，甲阮每一个家庭三甲同在，阮家庭内面有你的听。就看见上帝你的快乐伫中间，要显明奇妙的作为，也互阮伫家庭中，因为和谐甲疼，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甲平安。阮感谢你，阮做伙领受这款的信息甲价值，也
帮助我头前的道路有主你美好的引带。愿安尼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咱三甲来奉献，请书献即事当天开始传奉献地，即时请咱做伙备办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会众起立唱奉献诗歌。会众请坐。报告大圣，请咱做伙来读本月金句，请掀开周报最后一页。咱齐声来念：因为人用心信，直到得着义；用嘴言，直到得着救。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后主日，西罗亚蒙林合唱团诗歌见证主日，邀请双年教会端木杨新做牧师正道。后周司礼戴婉如执事，请咱掀开第3页。牧区小组聚会信息，请咱家己来过目。请咱掀开第4页。集体交通第1大点，本主日11月10号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欢迎太平境马国纪念教会肖恩泽牧师代表前来本会主持正道请安报告。请兄姐为着新学院的师生来献上代祷，嘛请各位兄姐来踊跃关心奉献。第2大点，小会公告中职改选当选名单，请咱家己来过目，愿上帝赐福。第3大点，本会定伫11月24号来举行感恩节奉献主日。小会已经伫今年庆典筹备委员会正式来运作，期待到时将咱上好的成果来奉献给上帝。第2小点，感恩节奉献，予
呼召全体的兄姐为着设教50许年庆典专款来奉献，邀请兄姐用祈祷的心，为着庆典筹备顺利来祈祷，嘛做伙同心来奉献。第4大点，咱拄仔有报告过，嘛本会伫下主日11月17号，邀请西罗亚盲人合唱团诗歌见证主日，嘛欢迎各位兄姐邀请 best 新朋友和亲友来参加。第5点，应邀丰收21天连续禁止祈祷，今仔日开始来启动，欢迎兄姐踊跃来加入。第6大点，本会定伫12月1号主日来举办第2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由刘正典牧师来正道分享见证，来邀请欢迎兄姐来邀请 best 新朋友和亲友来参加。第7大点，第5夜的集体交通第7大点，本会定伫12月15号主日来举行欢庆主日圣餐洗礼式，欢迎兄姐来邀请新朋友来帮因伫受洗的过程来帮助因协助。第8大点，会友喜事，本会黄光耀兄、陈玲玲姐的公主黄昭勋医师伫新北市邦桥来山木耳鼻喉科开幕，伫昨来举行开业礼拜，咱来恭喜嘛，愿上帝亲自祝福，帮助伊的诊所搁较侪人得到健康，造福社区。第9大点，本会有定伫12月8号主日礼拜后举行年度事工检讨会，请各单位确定委员同感名单、事工规划、事工预算，伫11月24进前来将资料交予校园干事，方便整理制作手册。第10大点，送礼消息，本会欧美凤姊妹的母亲欧黄月霞姊妹，伫11月1号拜5来安息，享受78岁。伫今仔日的上午11点半，伫台南柳营来举行追思告别式，请咱为着遗族来代祷，求主赐落安慰甲平安的力量。第11大点，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施打，本会伫今仔日上午10点至11点半，伫1楼大厅提供50岁以上的市民来施打。来第5页下面，文图培育事工消息，手抄诗篇活动，还佫有2024年的冠冕真道理财课程，佫有哀伤陪伴的消息，请咱家己来过目。请咱掀开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第2大点，主日2消息，总会教育委员会伫11月29号拜5到11月30号拜六，伫新竹圣经学院来举办主日学老师任命培育生活营，欢迎有兴趣的主日学老师甲同工报名参加。第3大点，
基登牧区感恩节的活动，请咱家己来过目。第6页的上下面关怀大岛事项，请咱为着台湾的内政外交和这片土地来祈祷，嘛为着咱本会事工，搁有咱教会病痛中的兄弟来代祷。第7页奉献的金额，若有啥物问题，请咱对迄个财务的同工来反映。以上报告，请学务师来补充报告。我兄弟我来做补充，大声来做介绍。介绍前，咱先多谢咱消务师今日特别吼，代表台湾新人伊来咱中间，甲咱请安啦吼。咱搁先拍拍多谢伊的服侍，感谢主。消务师伊本身是出身太平境马有纪念教会，搁倒转去家己教会服侍吼。而且有迄个音乐的文书吼，所以足无简单吼。有时咱教会若牧者咧办活动，拢爱请伊司琴吼。愿主祝福伊伫太平境教会服侍，也诚做中生代吼新的牧者领导，爱当伫教会伫咱的即个教界得到真大的贡献吼，咱替伊祈祷。咱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咱来欢迎吼。大声咱要欢迎咱的即个庄维嘉弟兄吼，全家啦，全家今日调工来到咱中间，伊是罗德教会，伊的后生今日去参加即个中提琴的即个伴奏，咱请伊徛起来欢迎好无？来欢迎，请欢迎你。真多谢恁来吼，因今仔日为着要来服侍吼，专工对罗德教会来咱中间吼。伊的后生伫第2场，搁有一边的咱的音乐的服侍哈，咱也祝福因。第2位是咱的施春英姊妹伫咱中间，施春英姊妹欢迎你，欢迎你哈！施姊妹欢迎你来参加，感谢主。拄则吼，咱周报的消息，咱的即个书会报告来真详细，有1、2项我来做提醒就好吼。头一项就是咱周报无写，咱后礼拜礼拜煞下晡的时间，咱要开小会，咱请小会员准备心吼，后礼拜要来参加吼，开小会吼。第2是咱下晡的2点半，咱有40几位咱参加幸福小组的干部、同工、副长，咱要组织伫3楼。大家来做伙，为着过去咱差不多7、8礼拜的时间推动的幸福小组，有啥物感恩的事，有啥物见证的事，咱要做伙来分享吼。所以请咱才会报名，才会同工干部，会去恁2点半来到3楼的所在，大家做伙来分享主的听，最的美好的经验，大家来彼此分享安尼。第3就是咱的为着要来。这个幸福小组所推动的圣工传福音，有真侪base，因开始咧心理准备，嘛在做考虑，是毋是要受洗吼？所以咱有借着这个时间来推动，应邀丰收21天的连续祈祷。对今仔日礼拜日开始到月底，咱有真侪兄弟签其中的1日吼，也是2顿，甚至3顿。就是表示你伫迄日顿，无论是早顿、中昼顿、阴暗顿，你让为着安尼禁食，来参与伫即个祈祷。咱这个祈祷的内容，咱甲咱的咱的办公室来讨，也是咱的网络内底吼，咱的群组内底拢有。最后咱有的兄弟可能对即个禁食吼，咱无方便。身体体质无方便的，你嘛会当参与伫即个祈祷的中间吼。当然鼓励你有哪签名，虽然你无禁食，但是你有参与伫即个祈祷，这是咱大的期待啦吼。咱小等的礼拜煞吼，咱开始伫楼骹有即个驻有风社的服务，咱有真侪兄弟有签名吼。其中是流感的即个注射，一种是新冠的嘛有要提供。咱有签名，伊就是要准备伊的数量。但是你若讲我
今仔听到消息吼，都无登记，咱嘛使落去等一下吼，就讲摕你的健保卡落去到楼骹，若确实因的剂量有够啦吼，有剩，你嘛当排班排队落去注射，会当保障咱伫即个冬天到吼，有即个流感流行的时，会当保障咱的身躯的健康鼓励咱大家吼无论是讲伫今仔日，还是讲伫别个时间，嘛会当到卫生机关伫迄个所在接受咧注射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请咱起立，同心来吟上吟诗歌，吟诗山请牧师祝祷。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永更偏照你，永主必款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同心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传带领保守，互咱每一天享受伫伊的疼的中间，直到咱见主的面的时。阿门。请坐，领导。礼拜到这，请咱兄弟互相请安。